就阿拉斯加航空嘅一架737 MAX 9客機喺1月份於飛行期間發生機艙門爆裂事故，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AA 要求製造商波音公司喺90日之內編製一份整改方案，以糾正飛機品質同安全問題。而今日就係提交報告嘅最後限期。FAA 將利用有關報告嚟決定是否允許波音公司增加737 MAX 嘅產量。FAA 局長韋特克今早跟波音高層會面後，表示有關計劃會係波音開展業務嘅最新路線圖，當局必須按照執行。1月份嘅事故雖然冇造成人員傷亡，但調查員確定喺部件爆裂前，將板面固定喺飛機框架上嘅螺絲不翼而飛，進一步損害波音公司嘅聲譽。FAA 並對波音公司生產737 MAX 客機嘅產量進行限制，目前嘅每月產量遠遠低於之前允許嘅38架。FAA 強調，波音公司嘅改進一日未達標，呢個上限將保持不變。